在地消息，咱来看，新竹市长高虹安话讲，要甲逐个月5000块的药件补助增加到6000块。不过，这个政策若是无中央的补助，是需要编26亿的经费。民进党的议员就质疑讲，这钱是要对倒位来？高虹安回应讲，会想办法来整合沟通。新竹市长高虹安今日来到校园参校长开会，学校外口有时代力量的议员提出针对教育的政策。不过，大家上关心的，犹原是选前所讲的0到6岁起步期的证件。目前中央它补助是85%，地方处15%。那如果说是全山的话，等于就变成是育儿津贴加了1000块，可是实际上那6000块全部都要新竹市政府自己来负担。民进党的议员指出，目前新竹市0到6岁幼儿有36000多人，若是逐个月加1000，会违反中央的规定。新竹市就变做家己爱负担，但年就需要编列26亿左右的经费。至于经费要对倒位来？事实上，我也已经请教育处，那也帮我们来做了这个相关的一些政策的试算，还有预算的来源。我们一定会以不要排挤到中央的补助预算。高虹安讲，未来3个月内，部分政策项目会当陆续上路，未来会争取相关预算，为选举政策跳票。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。